各位街坊大家好，偉哥又嚟同大家吹水啦。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呢單猛料，真係可以話係香港 YouTube 圈有史以嚟最大嘅一場腥風血雨。平時大家上網睇片，為咗求個開心、求個過癮，見到啲 YouTuber 接下廣告賺下水腳，大家其實都好包容㗎，畢竟都要食飯啊嘛。但係凡事都有個譜，當一個人貪得無厭，將啲粉絲當成水魚咁劏，食上肉酸到一個點嘅時候，報應就一定會嚟，而且嚟得仲好猛烈。今日偉哥就要同大家起底兩位曾經喺香港 YouTube 界呼風喚雨嘅神台級人物，睇下佢哋點樣因為一個貪字搞到自己身敗名裂，連神台都俾人拆埋。大家以為做百萬訂閱大佬真係咁過癮？錯啦！當一個人被金錢蒙蔽雙眼嗰陣，做埋啲嘢可以有幾癲，絕對超出你想象。好戲而家先啱啱開場。講起第一位主角，早期有玩過神魔之塔嘅街坊一定唔會陌生，佢就係史萊姆。呢位仁兄原本係個正正常常嘅上班族，喺香港科技大學畢業之後做咗6年打工仔。去到2013年，佢見到 YouTube 有得做，就毅然辭職。開咗個叫史萊姆瘋狂世界嘅頻道，一開始佢都係拍下啲打機通關片，連樣都冇出，純粹靠把聲同埋遊戲畫面。嗰陣時嘅佢，俾人感覺就好似坐喺你隔離陪你打機嘅兄弟咁，夠晒貼地。因為啱啱好食正咗神魔之塔爆紅嗰條水，加埋佢會用廣東話同普通話雙語廣播，所以唔單止吸咗一大班香港粉絲，連台灣觀眾都俾佢圈埋粉。短短幾年，佢個頻道訂閱數直線上升，真係風光無限。你以為粉絲真係會一世盲撐？錯啦，大佬！當狐狸露出尾巴嗰一刻，反噬嘅力量絕對會令你粉身碎骨。接落嚟發生嘅事真係估你唔到。去到2016年，史萊姆見自己名氣大咗，就開多個頻道專門拍生活 Vlog。喺香港做 YouTuber 有知名度代表啲乜？代表有金主爸爸，有乾爹，有源源不絕嘅業配廣告。不過平心而論，嗰陣時佢接廣告嘅頻率都仲算係正常，質素都過得去，觀眾都由得佢。但係去到2018年6月，成件事就開始變味啦。史萊姆同香港嘅英皇娛樂簽咗約，成為香港第一個同傳統娛樂公司簽約嘅 YouTuber。哇，簽咗大公司喎，事業梗係更上一層樓啦。但係佢接業配嘅次數，亦都由嗰一刻開始，好似坐火箭咁直線飆升。有其他 YouTuber 幫佢計過數，佢喺連續出嘅24條片入邊，竟然有18條都係廣告。好好地一個 YouTube 頻道，硬生生俾佢搞到好似個深夜電視購物台咁，打開條片，全部都係叫你買買買。大家諗下，你每日放工暈到死，想睇條片輕鬆下，點知一開波就係硬銷廣告，你興唔興？觀眾嘅忍耐力係有限嘅，當怨氣積聚到一個點，爆發出嚟嗰陣，真係神仙都難救。你以為佢會收斂？錯啦，佢嘅 show 操作而家先正式開始。面對觀眾雪片飛嚟嘅投訴，史萊姆冇選擇懸崖勒馬，反而拍咗條片去幫自己平反。佢喺條片入邊大吐苦水，話齋靠 YouTube 廣告分紅根本係香港生存唔到，話自己都要養妻活兒，仲反問觀眾話電視台都播廣告啦，你哋又唔去鬧電視台？講到最後仲眼濕濕，差啲喊出嚟。話呢招苦肉計真係絕。當時唔少觀眾見佢講到咁慘，都心軟選擇繼續支持佢。點知佢轉個頭就即刻接咗個出事嘅大廣告，直接將自己推落萬丈深淵。2019年3月，佢出咗條介紹手提電腦嘅業配片，標題大大隻字寫住部電腦薄過一個1蚊銀。1蚊銀有幾厚？大約係1.83毫米左右。觀眾一睇就覺得奇啦，而家啲科技真係咁勁。點知入到去一睇，差啲冇激到嘔血。原來史萊姆係將個1蚊銀打平放喺部電腦隔離，用個硬幣嘅直徑去對比部電腦嘅厚度。1蚊銀嘅直徑成20幾毫米啊，大佬！你部電腦薄過20幾毫米，有幾埋奇啊？我見到網上好多網民都話，條友真係當觀眾係弱智，以為冇人會去度個硬幣有幾厚。但係偉哥同你講，從所謂完美犯罪中百密一疏嘅致命破綻嚟拆解，呢啲就係貪字得個貧嘅最高境界。
一個人當佢覺得自己隻手遮天，做乜都有粉絲買單嘅時候，佢嘅警覺性就會降到零。佢以為到好晒條橋，用1蚊銀做對比，夠晒貼地又夠聰明。點知就係呢個自作聰明嘅小動作，成為咗成單案嘅呈堂證供，完美犯罪。大錯特錯啦！所謂百密一疏，觀眾嘅眼情雪亮過雷達。你一個破綻就足夠將你成個神台拆落嚟，跌到永不超生。呢條片出街之後，瞬間狂吸4200個負評，全網鬧爆。你以為咁就跌到落谷底？錯啦，大佬，真正嘅核彈仲未爆，後面牽涉嘅黑幕更加令人膽戰心驚。但嘢水太深，隨時被黃標，大家趁未下架趕緊熱推，當係撐偉哥啦。因為接落嚟爆嘅呢單猛料，絕對會令你聽到頭皮發麻。去到2020年5月，一個叫慕容新世界嘅頻道出咗條長達24分鐘嘅片，直接指控史萊姆喺背後操控整個香港 YouTube 圈嘅利益。條片話史萊姆利用自己同廠商公關公司嘅關係，操控住業配廣告嘅生殺大權。邊個順從佢就有肉食有湯飲，邊個敢得罪佢就即刻被全網封殺，連1毫子廣告費都接唔到。慢慢咁就形成咗一個以史萊姆為首嘅龐大勢力，網民稱之為史家軍。大家諗深一層，呢種網紅圈子為威惠嘅壟斷手段熟唔熟口面？偉哥即刻諗起以前喺避風塘炒蟹大排檔裏頭，聽到個江湖大佬酒後爆出嚟嘅猛料。嗰個大佬飲大咗2杯，擔住支煙仔同啲靚講，話而家揾食唔係靠打打殺殺，係靠圈地為王。邊個唔聽話就截斷佢條水路，等佢連1粒米都冇得落肚，最後自己乖乖地跪喺度求饒。呢個所謂嘅史家軍網紅帝國，同嗰啲自投收陀地封殺異己嘅江湖規矩根本係一模一樣，順我者昌，逆我者亡啊！面對咁嚴重嘅指控，史萊姆隔咗成個月先出片回應，仲要態度閃縮，死口唔認有操控利益，結果引嚟更多網民杯葛，頻道訂閱數暴跌。一代網紅巨頭就咁因為貪得無厭同埋獨裁霸道，徹底消失喺大眾視野。你以為香港 YouTube 圈就此太平？錯啦！另一場因為一碟盤菜引發嘅血案，將會刷新你對食傷肉酸嘅認知。準備好未？偉哥要加速啦！第2位主角係人稱雪姨嘅富貴網紅。呢位雪姨嘅背景可以話係相當勵志。細個屋企窮，父母離婚，跟住阿媽住喺公屋。但係佢人窮志不窮，靠自己打工儲錢去投資，賺到第1桶金。後嚟轉做 YouTuber， 因為出手闊綽，成日拍埋晒啲買名牌手袋、住過千萬豪宅嘅炫富片，俾網民封為富貴 KOL。除咗拍片，佢仲係8間公司嘅老闆，涉獵網紅經理人、室內設計等等，甚至仲搞埋新年市集，絕對係一個女強人。由公屋妹奮鬥到成為豪宅富婆，呢個人設本來係非常之討好㗎。但係人一有錢，往往就會忘記咗自己嘅根，忘記咗底層生活嘅辛酸。佢以為自己高高在上，可以隨意踐踏別人嘅尊嚴，結果就係為咗賺嗰啲小廣告費，犯下咗彌天大錯。你以為有錢就大晒？錯啦！喺香港地得罪咗廣大市民嘅良知，就算你住金屋，都一樣俾人拆落嚟。2022年1月，臨近農曆新年，雪姨拍咗一條測評迷你盤菜嘅片。盤菜對香港人代表啲乜？代表團圓，代表豐收，係大家圍埋一齊開開心心食嘅意頭菜。雪姨喺片入邊揀咗3間餐廳嘅盤菜嚟對比，其中2間係高級酒店出產，價錢賣到600幾、700幾蚊一份；而第3間係一間叫基隆茶餐廳嘅平民小店，一份盤菜只係賣128蚊。大家留意翻，基隆茶餐廳喺香港係非常出名嘅良心小店，老闆娘20年嚟風雨不改，每個禮拜都會派免費飯盒俾區內嘅公公婆婆同埋弱勢社群，真係出錢又出力去幫人。雪姨試食酒店盤菜嗰陣就讚到天花龍鳳，話對得住個價錢。但係當佢食到基隆茶餐廳嗰個128蚊嘅平民盤菜嗰陣，態度就180度大轉變。佢係咁嫌棄入邊啲蝦細隻、鮑魚太細、豬肉太腍，講到舊屎都不如。大佬啊，128蚊，你期望食到極品投訴乾爆咩？
一分錢一分貨個道理3歲細路都識啦。你攞平民茶餐廳同5星級酒店比，擺明就係蝦人啫。你以為單純係踩擊小店咁簡單？錯啦！接落嚟佢個所謂嘅神轉折，先至係真正引爆全網怒火嘅炸彈。雪姨炒完啲海鮮同肉之後，就夾起盤菜入邊嗰少少發菜，好似見到仇人咁樣，極度嫌棄咁話啲發菜少到連塞牙冷都唔夠。跟住佢就開始九唔搭八咁發表偉論，話新年食盤菜發菜唔夠多，寓意新一年會甩頭髮，煩惱絲會變多，黑頭髮會變白頭髮。講講下，佢突然之間變魔術咁樣，攞咗支生髮水出嚟，開始瘋狂推銷呢個業配產品。哇！偉哥睇到呢度真係爆粗啊！原來你踩到間良心茶餐廳一文不值，嫌人哋俾得少髮菜，兜個大圈，為嘅就係想順理成章咁賣你支生髮水廣告。為咗賺嗰幾萬蚊業配費，你竟然要將一間做咗幾十年善事嘅基隆茶餐廳踩喺腳下，當人哋係你上位嘅踏腳石。呢一種食人血饅頭嘅行為真係令人髮指。網民睇完條片之後群情洶湧，全部湧入去留言區瘋狂聲討佢。有人話佢為人極度刻薄，有人話佢黐住自己有幾個臭錢就欺壓平民，更加有人踢爆佢根本就係夾硬揾藉口去入廣告。你以為佢道個歉就可以平息民憤？錯啦！公關災難一旦開始，就只會越滾越大，燒到連渣都冇得剩。眼見勢色唔對，雪姨即刻將條片下架，然後喺 YouTube 社群發咗篇敷衍了事嘅道歉聲明。點解話敷衍？因為佢喺聲明入邊竟然將所有責任推晒俾自己個創作團隊，話係團隊把關不力，完全冇反省過自己喺鏡頭前嗰種尖酸刻薄嘅嘴臉。網民當然唔收貨啦，繼續洗版式狂鬧。最黐線嘅係呢個時候突然有個自稱係雪姨員工，名叫 Alan Wong 嘅人喺網上討論區留言反擊網民，話大家只係一班現實生活中充滿情緒嘅失敗者，因為眼紅雪姨發達先至喺度借題發揮。哇！呢句說話真係火上加油，直接辣南晒全香港嘅網民。雖然雪姨事後急急腳出嚟澄清，話自己公司根本冇呢個員工，但係大家已經理得你咁多，怒火已經一發不可收拾。就連雪姨當時主辦緊嘅新年市集，啲檔主都紛紛割席退租，寧願蝕錢都唔想同佢扯上關係。啲有份贊助或者同佢合作過嘅品牌，全部被網民瘋狂追擊，最後要急急腳出聲明劃清界線。最終，雪姨被逼喺各大平台同步發表終極道歉聲明，仲承諾會將市集嘅收益全部捐出嚟。可惜為時已晚，佢苦心經營嘅富貴 KOL 形象已經徹底破產。講到底，呢兩位 YouTuber 嘅下場印證咗廣東話嗰句老話：上得山多終遇虎，食得鹹魚就要抵得渴。當你享受緊網絡帶俾你嘅名利同財富嗰陣，如果你唔識得尊重觀眾，唔識得堅守做人嘅底線，為咗揾快錢，連最基本嘅良知都可以出賣，最後一定會俾群眾嘅力量反噬。水能載舟，亦都能夠覆舟。觀眾可以捧你上天，一樣可以將你踩入地底。做人啊，最緊要係行得正，企得正，腳踏實地。為咗啲蠅頭小利，搞到自己身敗名裂，真係何苦呢？好啦，今日偉哥同大家吹水就吹到呢度，大家有咩心水想偉哥下次爆料嘅，記得留言話我知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